後生人唔好再等啦。其實啊，人呢一世啊，係咩嘢係最重要嘅咧？官司再大也比不上有人等你回家吃飯。年輕人，別人關心你飛到高不高，只有父母在乎你有沒有好好吃飯。後生嘅時候總覺得仲有好多明天，到而家先知道最驚嘅就係嚟唔切。不要等到有遺憾才明白，陪伴才是最重要的。後生人，你呢一世唔係你擁有嘅嘢係最重要，你有冇好好地去陪伴愛你嘅人？